人市公车处2台小型公车掉入磅空内底，进无步退无路。来看到这是发生伫咧昨昏尾仔嘛，伫咧基隆大船入港的社区，车驶湾的这个磅空内，2台公车经过时，一个无注意到车路有限悬，结果2台公车拢是掉入内底，拢袂得出来。运将赶紧甲车链先绕开了后，顺势甲公车甲伊拖出来。 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屏东枋寮乡乡政顾问李明基顶个月去香港佚佗，人说失踪去。国台办已经头一届证实讲，李明基已经互中国扣起来，引起大家真关心。敢会是另外一个李明德？另外，总统蔡英文下早参加活动的时，嘛特别讲到政府的专力来斗3工，赶紧要甲伊救出来。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肖炳仪来采来了解。炳仪。 好，观众呢，屏东县的枋寮乡乡政顾问李孟君呢，上个月呢到中国去，原本要经商，但是呢到现在整个音讯全无，下落不明，家人非常担心。昨天大陆国台办已经首度来证实，李孟君呢因为呢涉及危害到国家安全，遭到逮捕。那么对此呢，今天总统蔡英文上午呢在出席活动，也对此呢做出了回应，跟大陆来做出的呼吁。带您一起来听总统怎么说。我们的陆委会跟海基会。 透过既有的管道跟其他可以协助的方式哦，那在尽一切的力量来对他的情况哦能够有所掌握，也提供他必要的协助哦。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以他的人身安全跟他的权益的保护为最高的处理原则。 不过呢，这个李孟君呢，在大陆呢，竟然遭到一个拘留。现在外界来关注，现在这个李孟君因为反送中的事件，可能有相关的言论，因此呢，遭大陆以涉及危害到国家安全的名义来拘留。当然呢，家人非常担心。现在目前呢，这个总统府也说了，会提供全部的一个协助。那么也希望呢，中国大陆呢，能够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以上目前最新，再把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 多谢炳仪，接下来要来关心上新的政治消息。国民党这届可能因为选举分裂，拢总31个国民党的头人做伙联署，伫咧报纸头版发表声明，写讲团结奋斗救中华民国，呼吁郭台铭和高雄市市长韩国瑜都要进一步合作。针对这件代志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勇来采来了解。怡勇。 好主播面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呢，很有可能在中秋节前后正式来宣布参选总统。国民党呢也怕会再现分裂的危机，因此大佬们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包括荣誉党主席连战前主席吴伯雄、马英九、朱立伦、洪秀柱，以及呢现任的党主席吴敦义、副主席郝龙斌等大佬，还有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等，一共31人一起刊登报纸，要来共同发表团结奋斗救中华民国的声明。 也强调呢，2020大选是决定中华民国的命运以及台湾前途和人民未来的关键选举。该党呢也认为民主初选的机制已经产生了总统的候选人。他们也呼吁韩国瑜和郭台铭能够合而为一，向郭台铭来喊话，呼吁两人能够真心的合作。而蓝营也在最后的关头呢，全力让党内团结。以上目前现场人状况，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这件代志上新的发展，赶紧要来关心。这是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蔡心如，拄才已经发表郭台铭的声明，讲伊要退出去国民党。伊嘛讲到国民党党内连署的名单内底有人是假造册米功劳比威。上新的情形，咱赶紧来听蔡心如上新的讲法。今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那个国民党大佬们的那些广告嘛，哦，那针对这个广告，我们其实内部讨论一阵子，然后。 郭台铭先生也有发表他的看法，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哈。那比较正式的，我们在下午会再发给各家媒体，因为我刚走过来蛮喘的，等我一下哈。那我现在开始讲啊。看到这一份中国国民党大佬们的声明，郭先生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但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更担忧的是，如果这些30年来同一批人还在为台湾把关，还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这群守旧迂腐的中常委，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
完全背道而驰。郭先生也不会眷恋这个政党。即日起，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好，我们2个问题。所以是针对这份声明的话，其实也有蛮多人是立委的。这部分我们不方便置评，但是这些人大家自己心知肚明，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所以现在有很多国民党立委反弹的声浪，甚至是中常委出来喊话，这也是郭董退党的原因之一吗？其实郭台铭先生在这个简单的声明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时他重回国民党，其实就为了这个初衷，但没有想到这个政党毫无改变，依旧还是迂腐的想法。因此，我们今天表达这样的立场，也跟各位大家来说明。好，谢谢。谢谢。选了吗？已经要宣布参选。 9月17号之前会给大家答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关于联署部分嘛？因为联署的话，9月19号才正式开始，所以可以说到是9月19号正式起跑。我们9月17号之前会给各界答案，不管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一定会让外界清楚。那会退回党政吗？下午我们会给各位媒体一份非常完整的说明跟声明，然后非常清楚的表达我们的立场。好，当中还有马前总统有跟马前总统聊过这件事情吗？我想这是郭台铭先生他的立场，还有他自己的坚定的意志，这跟马前总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是跟国民党撕破脸。这看外界的怎么解读，但是我一再强调的是说，这是国民党这应该是郭台铭先生自己对于这整件事情，还有这么长久以来他的心境的表达。之前有这个帮忙国民党渡过难关，甚至是有些金融的部分，他们说已经缓了，是真的吗？这部分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哦，因为其实在声明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一些中常委很迂腐、很守旧，一直在把持这个政党，那跟郭台铭先生当时重返回国民党的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这部分我们表达很遗憾，也很痛心，所以郭台铭先生才会发表这样子的声明。有国民党立委说，就是这个言辞比较激动一点，说如果郭董如果真的是这样言而无信的话，就是对于他不好意思，这方面我们就不评论了，因为声明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会给大家完整说明。好，谢谢。好，咱拄才听到就是蔡心如上新的讲法，伊嘛正式宣布郭台铭已经退出国民党。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同款是现主持上新的现场消息，中选会下早已经正式公告明年总统、立法院大选的公告，为明仔也就是新历9月13号开始会当报名。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吴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好，观众，那你关心到中选会的最新情况？今天早上呢，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他亲自张贴了最新的明年总统立委选举的选举公告，上头写着明年的总统立委大选日期确定要在明年的1月11号来举行。不过外界现在更关心的就是，如果要成为总统以及副总统的被联署人，那要怎么来进行呢？而稍早李进勇也解释了，受理被联署人的期间呢，是从明天就开始，也就是9月13号。一直到17号可以受理登记成为总统以及副总统的被联署人，而另外呢，从18号公告之后，9月19号就可以开始来联署，一路呢是到11月2号，总共是有45天的联署期间。而联署份数呢，如果比如说像是郭台铭、王金平甚至柯文哲想要成为总统、副总统的被联署人的话呢，份数要超过280384份才算数。而如果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总统以及副总统的参选人了。我们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我们会在9月18号，9月18号我们公告这个被联署人的名单，同一天我们才会把这个格式来交付给这个被联署人或他代理人。那这也是为了要确保这个整个过程的公平，这个游戏规则是大家要共同遵守的啊。所以有关于各项联署文件啊，这个都是法定的表格文件，都必须要严格的来遵守。不过现在外界也传出，像是郭台铭打算用联署 App 的方式，透过电子联署的方式来进行。另外，像是王金平的部分呢，也早就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说，他已经达到了28万份的联署。不过李进勇表示，将在9月18号公告名单之后呢，才会正式公布联署的格式，而且电子的话是不算数的，因此呢，要等到9月18号。
号开始之后呢，19号才能正式的开始联署。以上就是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品宁，继续来看到人咧讲做恶做毒也要落酷，社会事哪有遮尔啊歹的这老母啊，含亲生囝伊嘛照上台，这是越南姓的富人人，嫁来到台湾了后，因为跋筊欠人900万，为了要缴这个缴销，结果含外口偷一个查甫做伙来拐骗，含前翁生今年才16岁的查某囝来到台湾赚，上届超过是讲因查某囝也搁捌互人侮辱，实在是歹心无落度，要死找伊15，规件案件检察官一个追查了。已经把这个姓的富人人含5个涉案的人依法起诉。虽然不同国，但是天下父母心是一样的。警方抓到越南一姓的查某人，伫现场说明基本权利了后，说来讲的话，说拢亲像咧教育这个查某人同款，因为伊的心肝足雄的，甲伊敢若16岁查某囝杀去做趁食查某。女儿这么辛苦，来这里这么辛苦，我在说什么你懂？查某人家真无辜，毋过其实伊真爱跋筊欠人成百万，伊骗甲前翁生的查某囝小弟来台湾观光，结果就带伊去做趁食查某，趁来的钱全部用来还查某人的缴销。与一名台湾籍田姓男友共同媒介小 B 从事性交易，更加超过是小 B 佮互妈妈男朋友姓田的查甫人侮辱过。查某人明明知影煞当做无这个代志共款，姓田的查甫人尾啊，互小 B 一条金仔破链，嘛变做小 B 伫台湾唯一的一条收入。你应该怎么知影？小 B 真少年，皮肤阁好，一届8000到1万块。这回因为妈妈要转去越南一抓，请港乡的照顾小 B， 结果港乡的发现无对同，就鼓励小 B 报案，代志才爆出来。甲妈妈甲姓田的查甫人，佮有相关的业者，拢总5个人，全部拢按人口贩运防制法、甲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起诉。小 B 的生活总算会当恢复正常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瑞泰事业有限公司过去捌和一寡大公司合作，今嘛传讲敢若有跳票的情形。这边总监洪尼勇讲有这个国际雕像师的执照，甲人讲伊和作家吴淡如是姊妹啊伴，互下盘厂商讲伊欠人5000多万，今嘛人已经走了啊。消息一传出来了后，吴淡如咧人面前嘛破文，讲伊甲对方根本就无讲真实，对方借伊钱，伊袂借伊，只能用伊的名义咧外口骗吃骗啉。瑞泰公司甲大也未出面回应。我们2个没什么关系，他只是帮我卖。有名的作家吴淡如伫人面前直播卖做偷赃的物件，甲业者互动真好。爱边的这个查某人叫做洪尼勇，帮助瑞泰事业有限公司为做5金的转型来做家庭清洁洗浴的产品，捌摕到屈臣氏、宝雅、伫咧好乐这的大厂的代工，马上可能甲钱款起走了啊！他说他跟吴淡如很熟，全部加起来大概1000万。下盘厂商逼讲伊欠5000万，公司跳票关门，可能佮扮作中人接单了后外包，讲是家己生产的产品。洪尼勇讲家己有加拿大国立皇家大学硕士的学位，甲国际雕像师的执照。对外讲甲吴淡如是姊妹伴，毋过说谎说面。吴淡如伫人面前面讲，该借钱无借到，就用伊的名声伫外口四界甲人骗。这个都不是事实啊，对不起啊，他现在找不到人哈。现在已经停工了，是不是？实际走一撮瑞泰伫宜兰的总公司大门关起来，员工讲目前停工，对内部的状况无清楚。公司倒闭也是无预警的，去的时候我也是在门口，因为有蛮多人在那边的，那我也是这样子东问西问。欠钱唔行，人阁无去，受害者找无人，敢若希望瑞泰会当出面解决，卖互下盘厂商变作歹仔。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这毋是英人毋做牵猪哥咧佚佗，原来是大人加小金，牵狗仔出去散步，佮甲人偷摕钱。花莲这个查甫人透早牵狗仔去散步时，伫人的奥多摆头前安尼行来行去，趁一个无人，就那甲奥多摆车厢撬开，偷摕牌仔内底拢总5000块。伊嘛有看到监视器咧翕，伊目睭溜一个共款偷摕，警察即嘛当咧调监视器抓人。这个查甫牵狗出去踅，其实伊是甲当做一个掩护尔。看伊探头探脑四界咧找目标，后一秒伊个随甲人的奥多摆卡窗仔甲撬开，偷摕内底的钱包啊，拢总摕到5000块。就算讲去有监视器甲翕到，伊嘛是照摕不误，真紧过来走离开现场。就觉得他很大胆，而且他在那边翻那么久。而且他头又抬看摄影机，怎么这样警察还抓不到？这件代志发生伫花莲，9月初9的透早，这个查甫牵伊的狗出来四界踅，看到4颗链灯拢无人，伊就甲人奥多摆卡床仔甲撬开，去共偷摕钱。
规个犯案的过程拢去有监视器甲翕落来。事后车主发现到，去甲警去甲报案，一定要甲这个贼仔甲装起来。查案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钱已经不见了，然后就想说请房东调监视器，然后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有人偷那个我们钱包里面的钱。那调阅沿途的监视器画面来厘清说，那这个涉嫌人的去向，画面上还蛮明显的。那我们就是有把握，就是可以尽速将涉嫌人起获归案。这个贼仔会当这失手来偷摕，怀疑讲应该是住伫个附近尔。警方嘛掌握嫌疑犯的特征，要甲抓起来归案。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讲，奥多摆这个卡床车内底上好莫放这个贵重的物件，安尼才免互有心的人甲真调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贼仔来看到台南的这个贼仔专门走去菜市甲人偷摕，趁民众注心伫菜港一个无注意，就拿趁机会甲人奥多摆放物件的车厢撬开，偷摕人的牌仔做伊走。有一个姓丁的富人人牌仔互伊拼去捉着急，原因毋是干那因为这个钱尔，内底有12万的现金，因啊上重要的是，还有一卡手表啊，是因人28年前送伊的，因为足有纪念性，互贼仔偷摕，这个富人人紧张甲血压欠悬，互人送去大医。市场内底真侪人为了这个单车咧买果子，有一个穿红白裤帽的这个嫌疑犯，伊独想要共偷摕物件，真着这台奥多摆了后，伊先慢慢啊挖紧，惊讲要共斗刹车，这时阵伊就掏出手，竟然把这个卡装车啊甲拍开，把内底黑色的这个钱包啊紧甲偷摕去，再搁挑工设一大链，尾啊才骑家己的这个电动车离开现场。这个嫌疑犯早就办批要来共偷摕物件，伊得手了后，紧甲号码甲脱掉，再搁变装换衫逃走去。被害的负责人要来牵车时阵，发现讲伊的钱包啊去互人偷摕去，结果血压欠悬，才去大医。已经人办代志办好，来买水果，对，安尼，车就在我这边。互偷摕去的这个钱包啊内底有现金印啊，还有因翁28年前送伊的手表啊。不过伫个买菜时阵，煞去互贼仔偷摕去。其实这个贼仔早就真调这个菜市啊，民众咧买菜时阵无用通顾家己的奥多摆，伊就趁机来偷摕，搁挑工骑无车牌的电动车来犯案，变装换衫想要走去。不过贼醒该自败啊，嘛是去互警察甲掌着。对啊，拄好28年前吼，我生时阮头家送啊，这就一个纪念性啊。警方成功掠着贼了后，有甲这个钱包甲找转来，内底的物件拢滴滴。其中这粒手表也是因夫妻的信物，看到物件搁找转来，这负责人是欢喜甲袂讲直，嘛特别来甲这个警方说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有纪念性，这是饲的宝贝狗啊死去了后的骨头夫待伫咧花骹，结果花骹煞互贼仔拼去。家人饲这个姓吴的查某囡仔，伊开一间宝贝动物精品店，饲一只狗啊2年前过身，伊阵啊甲狗的骨头待伫咧店门骹口的花骹。顶礼拜有一个富人人徛倒摆经过，刷手甲伊花骹偷摕去，害这个吴小姐捉着急，赶紧报警察。落尾警察嘛已经找到这个富人人，嘛甲花骹还互本人。吴小姐无想要搁再追究，想讲过了身煞了。也毋过偷窃是公诉罪，也是爱上班。一个查某人甲奥多摆停好势，了后甲人店门口的花盆啊捧去，佮做伊走去。毋过这毋是一个普通的花盆啊，内底佫有带这个店头家伊的狗仔的骨头夫。还记得你喜欢咬着我的手。头家饲的狗仔死去了后，佫特别甲制作影片，伊讲伊真想念这只狗。影片内底这只黄金蜡犬是家人吴小姐真爱的狗仔。伫个2年前，这只狗仔死去，吴小姐佮甲伊的骨头夫甲待伫个这个宠物店门骹口的2个花盆仔内底。想袂到伫个9月17日早起，一个负责人骑奥多摆经过，就撞啊甲捧去。紧行我啦，拜托啦，免甲我的狗仔牛甲捧倒啦。吴小姐心内真着急，赶紧伫个这个网络来发文。伊表示讲花盆也无价值钱，毋过内底有带狗的骨头夫，希望这个贼仔赶紧还伊。2天了后，这个警方嘛找到偷摕负责人，嘛已经甲这个花盆还这个吴小姐。吴小姐才感觉较松人，伊真感动，表示讲伊的狗仔回来厝的啊。询问之后，警方仍依据刑法窃盗罪嫌，将李姓妇人来做函送侦办。互人问到讲偷摕花盆是要创啥咧？这个偷摕负责人讲要饲鱼啊。虽然讲吴小姐无要来追究，不过窃盗是公诉罪，这个负责人同款爱来担刑责。记者综合报道。
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这是新北市万里下车一只500吨的渔船过渡起来，消防队接到报案了，赶紧来到船的来拍火。其中一个外国劳工家己走出来，也毋过还有一个60外岁台湾的渔工，伫内底互人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落尾赶紧送去家人中家病院急救，即马火也未完全拍花，该在船顶已经确定无人啊。另外，这个上新的现场来关心，彰化县警察局昨昏表扬好人做好代志的警察活动。3个园林警察局、园林派出所的警察，要去会场半路，强强发觉一个可疑的嫌疑犯，为了要抓贼，船啊赶袂赴办奖的时间。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叶嘉文来带来了解。嘉文。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警车突然就靠路边停车，前后座2名员警立刻冲下车拦人。原来他们是发现了一名可疑的嫌犯，骑乘的是赃车。嫌犯发现员警，立刻也弃车逃逸，但员警不放弃，立刻追了上前。好不容易，员警将这名嫌犯给压制住，但他们3个人为了抓贼，也因此错过了受奖的过程。我们先带您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我们要去警局受奖的时候，然后刚好因为我们昨天那台失窃车辆，我们有用监视器绑，就是对，然后后来我刚好在路上巡逻有遇到那位窃嫌这样，那之后我们就立即下车去拦截他，然后当下他有跑给我们追，然后我们同事就是有追到，然后把他压住这样。就找到，然后事后有请嫌犯带我们去找机车这样。那个时候知道说准备要去表扬了嘛，然后又发现这个会不会很挣扎？不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在找那个，本来就是有在找这个失窃车辆的，对。就是刚好在路上有遇到这样。好的，可以听到呢，他们3名员警呢，分别是员林警分局、员林派出所的员警黄俊胜、赖志腾以及刘俊义哦。他们3个人呢是获得了好人好事员警表扬。一早准备要前往受奖途中，没有想到意外发现嫌犯，3个人忙着抓坏人，结果赶不上这个表扬。但是他们都觉得不会很可惜，因为毕竟员警抓坏人比较重要。以上现场最新情况，我把时间交给棚内。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画面，昨昏报纸大家拢看见，有一个查甫人公开上100万伫咧报纸买半版的广告，讲希望这个银行外口饲的查某会当赶紧放手。今仔日还佫有续集，这个大报佫再公开第2份的声明，同款是刊伫咧头版，内容嘛写着讲无希望外口这个查某，因为银行去耽误着青春，也讲银行已经无想要佫再生囝，希望这个外口的查甫人唔通佫再来高甜，都要赶紧离开。在地叔叔健康继续来看到家己破主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和老母冤家船倒去离家出走，老母发觉了后，着急赶紧要找警察来斗找人，找差不多2点外钟了后拢找无，落尾有一个警察已经下班啦，伫咧便利超商找到伊，赶紧甲伊抱转去警察局。我抱起来啦吼！你无看唔到查甫人抱的，唔是水姑娘啊，是一个11岁查甫囡仔。要转到厕所那边吗？今日去超商便所的这个查甫囡仔，就是拄只警察手的抱的迄个囡仔。代志发生伫家己铺子，这个查甫囡仔甲妈妈冤家，结果气甲离家出走，妈妈赶紧报警，找2点外钟拢找无人，尾啊，互已经下班的警察拄到。同事他穿着便服，然后刚好下班肚子饿到旁边的超商，发现了一名男人坐在里面，跟我们要寻找的对象蛮像的，后来就打电话回来派出所，请同仁村次过去支援。因为查甫囡仔无想要回去，警察就甲抱起来，带伊回去警察局。画面抱起网络了后，网友拢就学了的。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一间百货公司强停电，害大家拢三无路。台北市信义区这栋百货大楼，顶个月才发生跳电的代志，结果昨暗搁一届大停电，规拢乌噜噜。根据了解，昨暗差不多6点钟，规栋百货公司美食街，还有地下2层楼，一直到顶面6层楼，一寡所在电火拢无光，差不多有2点外钟的时间，一直到暗时差不多8点钟，电火才慢慢来。业者调查可能是因为照明设备有问题，有过样的情形。和家电系统无关系，也毋过强无电火，害大家拢是乌卜卜伫咧踅街，到底损失有偌济，都要进一步了解。百货公司内底规个暗索索来到地下室，明明是食饭时间，毋过煞拢无人，民众踅百货公司踅到一半，熊停电，大家拢听到。有点可怕，没有，有点暗啦，就是还蛮暗的。然后我以为是我走错地方之类的，以为他们已经关门了这样。
本来真闹热的百货公司，常常变甲暗暝网，就惊人客发生危险，工作人员赶紧甲人客带去较光的所在。这是信义区有名的百货公司。根据了解，拜三暗超6点外时阵，规栋大楼为地下2站到地面6站，大部分的所在电火出问题，一直到暗时超8点外，业者才一楼一楼测试，甲电火点倒。全面吧。我以为什么活动。好佳在即届意外无人受伤，嘛无财物的损失。毋过共一栋大楼顶个月嘛停电过，敢若嘛是系统照光的设备出问题，甲送电无关系。百货公司小连续发生同款的代志，业者就要赶紧甲问题找出来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要来解决问题，来看到中秋油大出，大家中秋无用食油啊。也毋过今年因为小连续落雨落2个月半，引起到油含水量伤过济。另外采收期靠晚中秋，种油的人颠倒无用试试，赶紧要来采收油啊。煞来家电风来吹，希望油会当赶紧消水，甜度就会当搁较甜。油是中秋定着爱传的果子，不过今年的油生做伤过圆搁胖，看到无好卖款。都很细，有没有？逐粒油拢生做亲像家己的囡仔同款，囡仔生做这落型的，果农强要卖人咧，安尼要安怎咧？开电风甲吹，果农通消热气，那油通消水气。从6月开始下到8月，下到9月这2个多月长期的这个雨水，造成水果含水分过高，柚子要消水的这个速度也变慢了。免惊啦，油甲吹电风，安尼伊甜度才会提悬。逐英过文旦的采收拢是伫咧这个白露前后。趁中秋要来进前1礼拜，就会当甲这个文旦甲消水。不过今年的白露伫咧新历的9月初8，含9月13、8月半才差5天尔。安尼时间伤过头晚大，消水是袂当急哩。简单通先摕电风甲吹，要安怎选油啊咧？即马请果农来教你。我们在织柚子的时候，当然就是不要太大然后呢，皮包越细越好，对，然后越重的话就越有水分。今年文旦的介绍虽然讲整体有较减少，不过经过分级的包装，这个销售价无什么明显的波动。一般的品质每台斤是差不多40-50块，若品质较好的就要70-80块。中秋经文旦油，就要看迄落尻川平平，佮无条纹的；若色水，就要经这落马尾温缓的较好。安尼通互你食油伤月娘，上界斗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特算盘要带大家关心，为了要让咱国产的汽车奥多拜会当甲外国的进口车来比拼，经济部即嘛当咧研究要降低国产车引进进口税率。伫咧奥多拜的部分，无到125的型号减扣货物税，希望鼓励大家唔通认为别人的补较水，外国的卖较圆，会当加支持咱台湾国产的轿车，介绍嘛较会好来减轻民众的负担。伫咧路顶悬的车来来去去，一台煞一台。斟酌甲看，这内底国产车到底有几台咧？即马进口车的占持率愈来愈济，颠倒是咱家己的国产车，煞称做国产车。国内生产的汽车呢，那今年上半年呢，比去年同期是减少14%，是受到就是进口车的竞争，那压低到国产车的空间。根据经济部主计处工业生产统计，2019年的顶半年。国产车总生产量是12万台，安尼比去年的同期减14%。也若国产车的外销简单1%，1万外台比去年减少25个百分点。伊的市占率甚至得要互这个进口车甲入过，会使讲安尼规片死定定。为着要抢救国产车，政府甲这个车辆工会达成共识，未来汽机车的大减税。其中，这个汽车的部分，国产车进口的引进税率原本是17%，望会当减到1半。甚至讲扣较低，希望会当用安尼来降低这个国产车的介绍。另外，针对125cc 的这个机车，嘛有机会来降低这个货物税。未来咱国产车甲机车的介绍，拢望会当因为这波的这个降税，互介绍变较亲民。不错啊，因为这样可以支持台湾的本土企业。然后台湾现在经济本来就不好，如果政府有一些政策可以帮助台湾经济成长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明年应该鼓励本地制造。不应该鼓励进口。民众嘛感觉讲安尼真赞，认为讲若伫降税的时阵，嘛要真积极来扶持咱台湾本土零件的产业。目前经济部甲财政部嘛已经完成这个初步的调查，不过规个这个修正案还搁伫讨论的阶段。望讲会当紧通过这个审查，通回馈民众，订正咱台湾本土的车市。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京华城百货公司已经开19年啊，传讲年底要收起来。内底生意上介好的就是这就是囡仔职业体验城 Baby Boss， 因为租约到期，敢若营业到新月11月30，无要搁再租。Baby Boss 有真侪囡仔拢是市中的主顾客，即马传讲要收起来，嘛，互一寡时代感觉真无彩。即马 Baby Boss 伫咧继续找找适合的场所，希望即客无去，别客着，后日会当搁找到别个所在。对哥哥姐姐咧扭来扭去，也是讲化身做这个小小的甜点师傅来做饼。这个讲是华人地区第一间儿童职业体验城的 Baby Boss， 是真侪囡仔爱耍的所在。不过即卖业者煞无讲无答，就伫咧官网来宣布讲11月30了后。因为这个租约到期，可要来结束营业，还蛮难过的啊。这边是优质的小朋友的环境，那很可惜，因为这小孩子的天堂，然后就没了。他们之后可能就是玩的地方就变比较少啊。Baby Boss 伫2008年来开幕，到今麦已经有12年啊。2300平的这个活动空间，有70多种的这个职业，通好有囡仔来体验。想不到今麦煞就爱关起来，因为我们一定要能够具备一定的规模，因为当时我们是投资了2亿6千万，目前我们有在讨论的是新北跟台北市的部分。其实 Baby Boss 无继续签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伊所在这个京华城百货，讲上紧伫个年底就要收起来啊。开标结果如果是顺利脱标的话，我们还必须要提到股东会做一个确定以后，才会后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作业的一个处理。所以到年底的话，信息是不正确的。不过京华城讲这是摇撼的，百货周年庆嘛照常来进行。不过伫9月25，可要来展开第4摆的招标，顺利得标一定会换头家。莫怪这个真侪百货的单位，嘛借这个机会紧来出清。也若这个 Baby Boss 嘛紧要关门，就惊讲头家若是换人做了后，再来应变就袂赴啊。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代志来关心亚马逊雨林，因为规个大火，搁一届互人引起到讨论的问题，讲要安怎来解决气候改变的办法。其中，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最近就伫咧当咧赞助一项实验，叫做太阳能地球工程，利用几多千架飞行机伫咧地球的4颗位啊，喷射几多100万吨的粒子，变做大型的化学云，甲一寡日头搁再反射倒转来半空中。这项工程虽讲会当降低地球表面的温度，也毋过嘛引起到气候有真大的变化，变做请鬼摕药单。大火砰砰倒，当咧烧亚马逊雨林，高嘟嘟的这个乌烟一直冲到天顶去哩。这个画面，互人看到真糟心，安尼嘛加速全球的暖化。不过，这个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伊想讲人类会当家己来自救，制造一顶亲像这个保护膜的化学云，甲日头光甲反射倒转。安尼当减慢这个地球的暖化。It would mimic a giant volcanic eruption, which we know cools the Earth. 比尔·盖茨当咧资助一项互做这个太阳能地球工程的实验，模仿火山爆发的原理，打算用几多千台的飞行机甲飞去天顶，伫咧较悬的平流层来喷这个几多100万吨的油粒啊，安尼通甲规个地球甲搭起来，包一烟这个薄薄的化学云，就会使甲日头光甲反射转去天顶，来降低地球的烧化气，安尼就会当减慢海水中悬的速度。其实，想要实际来实行这项技术并无困难，成本嘛无悬，不过对地球可能有负面的影响。It could weaken monsoons in India, China, and Africa enough to affect crops. It could eradicate blue sky. 化学云若是看天炸日，有可能来抵消全球气候发生这个真热岛的变化，颠倒会来引起饥荒、大水甲可汗，安尼对人类的算断，颠倒是气倒害。其实，伫1991年的时阵，菲律宾的这个皮勒托坡火山大爆发，迄当阵就引起山崩地裂甲土石流，而且喷发2000万公吨的二氧化硫来成做化学云，嘛甲2趴的日头光甲反射出去。历史1992年的时阵，地球的气温下降，看到即马亚马逊雨林的这个大火烧袂煞，比尔·盖茨想讲要用同款的原理。来减慢这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不过这就要善思来考虑，因为这个化学云可能会致使更较大的灾厄。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因为气候变化，这款的动物愈来愈罕得看。这是叫做小头刺海猪，会当讲是规世界上介细只的海猪。因为伊的目孔四周围有亲像鸟形同款小可乌脸乌脸，有人讲伊是海底鸟形。这款的海猪已经是强要绝种啊！即嘛算的规世界数量可能剩无到15只，可能1-2年内就会完全绝种。也毋过最近保育团体伫咧墨西哥的海基啊，亲目睭看到6只小头刺海猪，即嘛这个物种搁再传汤，恐惊有新的希望。生产伫个太平洋加州湾的小头刺海猪啊，是全世界体型上细的海猪啊。伫伊目睭的边啊有真特别的这个乌目孔，因为安尼互人家号做海中鸟形。不过因为人类的贪心，煞互这么古水的这个海猪啊来拄当着灭绝的危机。即马全世界恐惊剩无15只。They really live an idyllic life if humans weren't setting nets in that area. 同款生活伫这个加州湾的石手鱼，伊的膀胱讲是这个重要的性品，伫个乌市内底价小真悬。贪心的渔民都用这个大底铃啊来甲网，安尼互体型甲石手鱼尾蛙的小头刺海猪啊，嘛对咧受灾厄。We were not sure, to be honest, if we could see if there would be any vaquitas left. 保育团体海洋守护者甲墨西哥研究机构来合作，想要来找到这个小头刺海猪啊，总算伫个去年的10月去看到6只，进前搁伫个墨西哥海岸来翕到6只，安尼互这个保育学家因的心肝眼啊，搁付出希望。We need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hey're still out here and they still exist, and that means that they are still worth fighting for. 墨西哥政府嘛，捌甲美国的海军合作，想要来掠这个小头刺海猪啊，要甲因安搭伫个保护区内底。不过伫个掠过程，互这款海猪的压力伤过头大，煞来死去，所以这个计划就失败。安尼甲看来，简单会讲，强禁这个加州湾的非法掠鱼，才会当互这么古水的这个海中鸟形，通搁再生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台中市画面这个姓王的查甫囡仔，去年4月底徛铁马滑倒，倒边骨头破到13块，即马用上新的3D 拍印技术，互伊会当定做头壳骨，即马嘛已经好利啊！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不应我到现在还在唱呢，真的是老。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8。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大家小看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笋。这个笋本身都有行行的意思，要带大家来小看两个词，拢是和行行有关系。头一个就是加仑笋，原来是安尼写，这个意思就是讲身躯因为着惊会寒，才会皮皮喘。第二个词青笋笋，这个意思是讲因为着惊面色真歹看，面啊白苍苍。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也毋是赛车行山路，赛甲王阿波，行甲规身躯加仑笋，唔知要行去倒，互人吹到的时，规个面啊青笋笋，3分减1撇。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笋，提供予大家参考。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不应我到现在还在唱呢，真的是老。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
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健康吃饱子，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来看到台中市一个姓王的查甫囡仔，去年4月底因为骑铁马跋倒，倒病的骨头骨破做13块，唔知人。经过急救了后，1个月后已经好啊。出院了后，因为还佫有一个病母，影响到心经功能，佫再手术一解，上尾用3D 拍印的方式定做头壳骨，看起来和一般人同款。中秋节要来啊，厝内人特别带伊登去病院，感谢医疗团队给治疗。手部协调部分恢复得非常好。送月饼，还有亲手写的卡片，姓王的阿弟啊，中秋节登去病院，要感谢伊的救命恩人。谢谢主任，谢谢。随网讲话，还有小可骑行路嘛惊，甲无啥会知。不过，甲去年4月车祸拄发生的时阵比起来，已经进步真多啊。还是要继续复健呢。他语言上面，他有上语言课，现在讲话是有比较好一点，还是一句一句慢慢讲。去年4月28号，这个阿弟仔甲同学小去骑脚踏车的时阵，无细离摔坐重伤，过3点钟了后，才互人发现送去病院。迄当阵伊的头骨削到变做13块，量骨刷位分泌指数干那剩3，病院嘛发病危通知出来。不过这个国校的卡古球队的队长要活落去的意志足强的，1个月了后人就精神啊。谢谢大家。迄当阵伫病院办国校的毕业典礼。这1年来，伊一直复健，即马重新搁站起来。伫中秋节进前，想要感谢的就是救伊的医疗团队。当然，医生的职责就是救人嘛，但是救久了变成一种工作。只有他红字小弟弟也鼓舞了我，因为我看到他就是一大堆的奇迹嘛。那我看到一直进步，就让我觉得说，人真的当医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弃。一天，爸爸带后生登去病院，表示因的感谢，嘛，互人看到就感动的。记者综合报道。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听神医，卡水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爱找我，我是义不容辞。十不下。不能错，还无出息。你下线，嘛要保住掉是孤零吗？新历9月20日起，拜到拜5暗时8点，请收看咱台视优丽花歌剧《忠孝节义》。限时内需将所有人戴的头纱吹到头上。啊，这个太下流了！好久没有是穿不进啊，张立东，太故意了吧？最好有给什么叫对人不错？
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计程车司机之间有流传载到新闻里面说的外国车手安德烈，应该在高雄没错。挂号申总经理，我是 Eric Look。我在特助 Linda 的电脑里发现 ，Linda 还 backup 了你所有的邮件，并向客户收取回扣。怎么解释？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而且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创造人生啦。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有一位名叫听英的大夫，百姓拢称呼伊听心医。听心医，卡水以后，若有啥物困难，你一定要找我，我是义不容辞。那不下。
不能错，全部处死。你下线，嘛要保住丢失孤人吗？上新的现场，赶紧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用这个声明的书面，发明讲要退出去国民党。咱做伙来听今嘛国民党中常委上新的讲法。归程来办理相关的事项。这是以上本党对于这个郭董事长在发言人在今天上午的这个发表的所谓的声明的一个立场的表达。那在场的记者朋友们有问题要提问的来请。你好，我是凤凰卫视，然后想请问一下，因为今天国民党大佬在各大报刊登广告，会不会觉得因此造成反效果？这份这个在各大媒体刊登的这个广告呢，是由我们的荣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前主席连战先生办公室所发起的一个广告刊登。那主要的目的呢，是在于希望就是本党能够凝聚本党的这个团结的力量，希望本党的同志呢，对于2020这个大选能够全党团结一致，以这个重返执政呢为我们的主要的目标。目前我还没有收到。针对郭董事长退党投票这边有没有什么回应？对不起。就是针对郭董退党这个事情的话，国民党这边有没有回应？我们对于今天早上他们透过这个郭董办公室发言人发表所谓的退党声明呢，我们对此是深感遗憾。那相关的我们会依照这个中国国民党党员违反党纪处分规程来办理。那这个荣誉党员部分是会取消吗？荣誉党员这个部分我们正在讨论中。请问国民党这边会担心王金平院长的跟进吗？目前我们不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想请问一下，所以依照这个党纪规程办理是打算要开闸吗？这个问题我们由魏主委来回答。各位记者大家好，我是国民党考纪会主委魏林正哈。关于这个记者的问题是说哈，我们这边会不会开闸的问题哈？事实上，中国国民党对于党纪处分有一定非常完整的一个程序哈。我们必须要经过所属党部审议之后，然后再送中央考纪会，中央考纪会表决通过之后，然后再送中常会哈。所以说，你说什么时候会开闸这个部分，我们要看我们的程序而定。而且事实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他的这个声明我们还是会请地方党部先去调查了解之后，然后尽快的做出决定来这样子。谢谢。是。所以你们认为声明有违反党纪吗？事实上，我们就以这个声明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很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譬如说这个迂腐啦或者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都还要去了解一下它的用词跟用意是怎么样子譬如说百年世袭的中常委这个明显与事实不符。然后再来就是说人在朝营心在汉，我说实在话，这个是一个这个我认为这个成语可能是用错了我当然这个部分都还值得再商榷。不过通篇怎么样子，因为这毕竟是郭办的声明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请地方党部去找本人了解正确的说法跟用语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讨论要怎么样去决定下一步的党纪程序这样子。请问他自己已经主动要退党了，国民党这边还要再去讨论说是不是要退党？我们中国国民党我是一个有制度的党我们对于退党有一定的程序，就算退党有一定的程序，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处分规程，对于是否退党退党的处理来讲，也都有相关的办法不是说你退党了，我们国民党就对你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这个样子朋友还有问题要问吗？各位媒体朋友还有问题要提问的吗？想请教一下，所以在这中间，党部到底有没有联系上郭台铭？因为不是太好，副主席来负责嘛，那到底之间有没有任何的？我们跟这个郭台铭同志的联系其实是透过多方管道，那事实上呢，双方也有接触过。那
他接受的过程是顺利的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困难？当时来讲，这个在过程进行当中还算是顺利的。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再度的呼吁，就是本党对于这个参加这个总统初选的所有的同志呢，都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就是来为中国国民党贡献一份心力，参加了我们这一次是本党有史以来的进行的第一次的总统初选的程序。那透过这个公开、公正、公正透明的程序所选出来的这个总统候选的人呢，是本党唯一的这个总统参选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本党的同志能够团结一致，全力的来辅选我们的中国国民党的正式的总统提名人韩国瑜市长，同时呢也要全心全力的来对于这个立委的选举进行辅选。我们的最大目标就是2020获得这个胜选，重返执政，拨乱反正。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参与所有无论是总统初选的这个参与的同志，以及或是这个立委初选参与的这个同志们呢，在初选之后呢，大家都能够摒除在参选当中所有的一些的过程所引发的一些心理上面的转折，能够全心全力的来支持国民党。所以党部这边就是没有掌握到今天他发的声明，那我他怎么样反应？对不起，不太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事先党部有没有掌握到？就是因为你们说你们沟通是蛮顺畅的嘛，那你们有掌握到他今天这样突然的动作？那吴主席他自己个人又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是在所有状况都在我们掌握当中。媒体朋友还有其他问题要提问吗？你刚刚掌握当中的意思是代表说有事先预料到今天会？我们在所有的状况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是退党跟声明，基本上你们是双轨去做处理嘛？就声明你们认为有违纪，但是退党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基本上就是说他的声明跟退党，我们还要请地方党部再进一步了解这个实际的这个本人的一个状况，我们最后才会依照我们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办理。如果媒体朋友没有再有其他的提问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临时记者会就到此结束。也非常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这个协助，就是能够协助我们这个记者会顺利的召开。谢谢。是你们叫我们并桌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熟女是很可怕的动物，这又熟漂亮的，那是更加恐怖。我没有跟人家不三不四。安庆辉，你知道对女性长辈最懂事的称呼是什么？阿姨，是姐姐。听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我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发生在我人生啦。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喂，你好，欢迎收看9月12号的。